不得了，有了对对，对不起，那说有了对对对对自己是了话的，有了对对对对自己谁呀的，那个人是呢，我他的吧，你不的。有了对对对对自己对对自己因把写下给等呢，我不他的吧，你不的继续我送了那继续我送了难过，继续我送了那继续我送了难过，他等到的呢，继续难有的结果我送赢呢，继续难有的结果我送赢过，继续难有的结果我送赢呢，继续难有的结果我送赢过，眼睛了，有了对对对对自己是给这些个要的。那所以这边呢，我们讲到说官代时进至性成住同值一的时候呢，在讲到说进成住同值一，那刚就讲了，就是它的基础呢一定是成住同值一。那在这之上呢，我们要说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呢，一定是两个东西，就比如说 A 和 B。那 A 和 B 这两者呢，它本身是成住同值一。那什么叫做进成住同值一呢？就是显现 A 的现前呢，它必定要显现 B。那换一种方式来说呢，就是 A 呢，它能够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的时候呢，B 也一定会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那 B 呢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的时候呢，A 也一定会成为这个线前的显现镜。那符合这样子的条件呢，就是镜成住同值一。对，就是他的那的。对了呀，有了对对对对，自己是对对对自己不写下个对呢，继续我说了那继续把那旁边顶个没大把的旁边顶个七八年不对，旁边的旁边顶个没大把了呢，这个人旁边顶个七八的没大把你了呢，这个人可能你不得继续那对对自己不写下来，第一讲了，你继续那继续那个人旁边顶个七八我说了那我说对了，旁边顶个七八那有的七八我说了，旁边顶个没大把那有的七八我说应过来，旁边顶个没大把那有的七八我说应那，旁边顶个七八那有的七八我说应过来，大家那些旁边那有的七八我说应那，旁边顶个七八那有的七八我说应过来，旁边顶个七八那有的七八我说应那，旁边那有的七八我说应过来，第一讲的过于了，对对对对对，这意思的，在晨曦点这个当呢，什么当教的。所以在讲到说进成住同值一的时候呢，就提到说这两者本身是同值一，那能够成为一者能够成为线前的显现镜的时候呢，另外一者必成为它的显现镜。那我们举例来说呢，就像是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或者说拿瓶子和瓶子之上的无常呢来做案例都是可以的。因为呢，就是以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呢，两者呢是成住同值一，因为它们呢是成住坏呢都是一起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能够显现无常的现前呢，一定能够显现瓶子之上的无常的现前呢，一定能够显现瓶子之上的所作性。那同样的呢，能够显现瓶子的现前呢，也一定能够显现瓶子之上无常的现前。所以瓶子和瓶子之上的无常呢，是进成住同值一。那同样的呢，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呢，也是进成住同值一。我觉得，他的内容对，他的有了对对对对自己写的，他对了对对对对自己写的来拉不修的，对对自己应把刚写啦，继续准备推呢，继续准备推过来，继续准备推呢，继续准备推过来，我的等待进来呀，那个人对了对对对对自己是个对对自己不写下，的讲这么大年。那官代时成住同时一呢，那就更容易了，因为它基本就和成住同时一是一样的，就是 A 呢什么时候成立的时候呢，B 也一定在那个时候成立。那是我的，我的，这son我的对的，他让西几岁的，考的让西几岁的，考的继续的让西几呢，A 的让西几呢，B 的让西几，B 的让西几呢，A 的让西几，过个月呢，我的对了让西了，对对对对对，几十个月。那官代自性成住同时一呢，就是同样的呢，这两者本身是成住一，那和 A 呢是和 A 是同一个自性的话呢，它必定和 B 呢也是同样的自性。那符合这样条件呢，就是自性成住同时一。的对的，就是他有的人是讲了对对对对，自己写的说，他得把都几卡住着说，他短期写的他妈的话，短期写的可以继续呢，继续没接，继续呢，继续没接是呢，可以短期写了给了，他得更新那啊。那以上就讲了就是10种不同的一，那第11个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加上的就是意一。意一的意思呢，就是只要是 A 呢，就一定会是 B；只要是 B 的话呢，就一定要是 A，就是同义的意思。
对，可你了，看我的群里面呢，对，就是这两者没有任何差别的话呢，那它就是属于意义。他对，他第八度这个给家的，他这个名大啥的足迹有嘞，他足迹多少，看上你们就有啊，这个那对这个名字那么讲呢，足迹了啊，他这些个那名做他的这的嘞，他第哪了，他们就搞这这，他对完了记得他的11、12结束嘛，那13。但13的名相呢？他过看的是呢，第个准备这个是拉说啊，准备这个是也得看的拉过的是呢，kapj baba dode be gilula zumba se de takpala kogore nganzo uma bege nawa da truma du ranshi ki truba nawa da truma du keje di shigi yo mare semza bege nashi zumba de zumba se di keje di shigi yo mare zumba se de takpa zuma keji keji ki jegyu menge chechigla zumba sigwar zumbe chik se de takpa ingi chigi ingi de la zumbe chik sigwar ta de dang yamdo wa de la dembe chik 13跟14nyamdo jawar dembe chik seya di ani demba seya di ngobo lo ko demba juba to ngobo tunji ro ngobo ingi chi ingi de la dembe chik sigi yore 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讲述了就是11种不同的这个一。那所以以上呢就介绍完了，就是我们在名相解释里面第11跟12的部分。那接下来第13跟14呢，我们可以一起做解释。那因为现在呢是经部中的缘故呢，所以虚位的意思呢，指的就是常法。常法呢就是虚位，凡是不会刹那刹那幻灭的法呢，它就是虚位。所以虚位一呢，只是说它又是常法又是一的呢，就是虚位一。那第十呢，因为已经讲到说，就是经部中呢，它的第它的它的第十和无常呢是同义的，所以就讲到说第11呢，就讲到说又是无常又是一的呢，称之为是第11。对di jamba di kapsu zumba da demba se de la khojo marda ngazo uma bagi na wa da tuma tu keje de khojo mare khare sena lu de la keje keje ki duje ngobo inge de la ani kare ne demba tang duje mai biche de la zumba se ne o da di da uji che gore eso o da pena ngazo la gure ba pena gigi mi de uji ni gigi mi de zumba res le gro zumba res kaso ko sheki yo mare ko jiye yo mare ko mi chingi ngune de sagi yo mare ba o tire 所以在这边讲的虚位一还有第十呢，这边讲的虚位和第十，并不是像中观中所理解呢，就是在显现的时候呢，是否跟显现班如同显现班成立的这种呢，来判别它是虚位还是第十。虚位呢，只要它非无常的法类呢，那就是称之为是虚位；那是第十呢，就是只要是无常的法类呢，它就是第十。对。 다 준비지다 준비지다 덴베지니 라트스나 덴베 타데다 준비 타데니 레라브시브레 야 키란족이 출랍다 다디 빙이 데시 준비지다 덴베지딩이 데시 겹사이바 다 덴베 준비 타데다 덴베 타데스디 카레 준비직스디 준바잉이 지잉이들라 준비직 라브바 아니 덴바잉이 지잉이 덴버 주바잉이 지잉이들라 덴베직 라브바 도데빌라 어다 디나시 제네 다 준비 타데데 덴베 타데스디 따가랑 고교래 所以大家在了解了虚位一跟第11之后呢，那第15、16个呢就很好了解，就是虚位一还有第10义。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呢，虚位一呢就是它又是虚位又是一的呢，就是虚位一。那是第11的呢，就讲到说它是第10成立又是一的呢，那它就是第11。那所以第15、16个呢，虚位相异还有第10相异的意思呢，应该大家也很容易理解。준비 타데라도 준바 잉에 딱바 잉에 타데 잉에 데라 준비 타데스 거래 덴베 타데스라도 덴바 ngobo 잉에 타데 잉에 데라 아니 덴베 타데스라 거래 所以呢，在讲到虚位一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它是常法，然后呢又是相异的呢，就是虚位一。那第10相异呢，就是它本身是无常法，然后呢又是相异的呢，那就是第10相异。对，他得把都下个特里，那时候，他没心里的，你说叫是吧？哎呀，那时候，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那说，手机切，安尼我是哪人？那我们将今天呢所有文法的功德呢，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
特别是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师信教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呢，能够早日成办。除此之外呢，所有的持教善知识、持教大善知识呢，也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也能够早日成办。那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呢，无论说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他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也祈愿他们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我们也会向呢，就是世界没有任何的战乱还有疾疫，那特别像是阿富汗的战争以及像是新冠肺炎等呢，都能够早日洗除。那总之呢，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呢，回向给一切的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哦呀，就江边把我记得了，看吧，共度上路这样如是了书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我记得我等这个从一都的经是这个学，叫我将持的我圣刚刚皆就弄相。了，三世一切善事行者众，所我作任何举起了众生我上，就是我我愿的具一体切众生，也会行菩是一样赞行智慧相，所有礼善供养佛如他们就来，走的于世间转哎达人，呀，是忏悔等诸看到佛善。的我们的愿中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使学人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电尽假说诸，莲珠坚柱只是香有界，知谦显密教法册，善智为生顶上仪，智慧理降誓愿，诸生导师愿久住，誓愿至尊上师及长寿，至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十善地，消除有情黑暗长暗处，重生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是他尽罪而及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俱安乐，一切恶趣何时空？菩萨任行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诸世间尽除众生苦。大家谢谢，念到了，谢谢。拉手人皆不见能。谢谢仁波切，谢谢您长。谢谢仁波切，感恩仁波切，感恩仁波切，谢谢仁波切。